伫屏东有一群捌演过戏的人，也毋过因真有兴趣。伫2当前接受抓风车剧团的训练，最近是推出一出阿狗落地扫，用现代歌厅秀的概念哦，佮唱佮跳，佮有新闻事件伫屏东来巡回演出，是真趣味。咱嘛做伙来看卖。讲哦，你顶礼拜不是伫咧投资群组内底有参加股票抽奖活动吗？演员伫咧表演咱生活当中可能会去拄到的诈骗状况，伫咧盐埔这大庙埕现场超过500个大人囡仔，大家拢看甲真入迷。舞台顶的演员唱歌、跳舞，佮兼演戏，其实因是各行各业拢有社工、护理师，甚至佮有搬家师的工人，甲油漆师傅。经过2当的训练，即马每一个休困日，伫咧屏东各乡镇巡回表演阿狗落地扫，互大睁开的民众会当看到剧团演出。我是卧底警车玻璃，玻璃，他可难危险。哦，很好看，赞！希望下次还有这个机会。觉得这样的表演就是可以让小孩子多一些互动，这样。会号做阿狗落地扫，是因为落地扫是早期农村社会农民伫咧树骹或者是庙埕的五乐活动。抓风车剧团训练屏东遮介意搬戏的民众，甲屏东在地故事写做阿狗落地扫的剧本，互歌舞甲戏剧结合新闻事，用趣味的方式传达一寡生活知识，甲反诈骗的观念。表演艺术这个物件来传递正确的讯息，要互所有的乡亲知影。比如讲诈骗啦、生育补助啦、长照啊等等的这些的物件。阿狗落地扫，92月底按算要巡回表演24场，目前参与的演员有51个人，大部分拢是屏东的乡亲。虽望因平常时拢有家己的势头爱做，不过休困日因同款用热情、用表演，互乡亲一个充满笑声的暗暝。记者邱昭阳，屏东报道。